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比特幣家伙。今日咧想講下咧點解顛覆性嘅嘢咧係咁難明嘅咧？咁咧 short answer 咧就係因為佢夠顛覆咯。係咪好廢話？我都覺得係，所以我決定試下詳細啲去講。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叫做認知慣性啊。我哋個大腦咧好中意咧去自動化一啲思考模式。咁有一個解釋咧就係話，對於新嘅嘢咧，我哋個腦咧係會需要用多啲 energy 嘅。咁所以面對新嘅嘢同埋難明嘅嘢嘅時候咧，我哋個腦咧就越唔想去處理佢。所以我哋理解新嘅事物嘅時候咧，就只能夠用以前嘅經驗啊、舊嘅框架去理解。但係個問題就係，我哋用舊嘅思維去嘗試去詮釋新嘅事物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咧都難免咁樣走入咗去一啲盲點度啊。有時咧未必係新嗰個概念嘅問題啊，而係咧我哋可能用錯咗角度啦，用錯咗思考模式啦，甚至其實我哋嗰個舊框框可能本身係唔完整嘅。所以當呢一啲衝擊嚟嘅時候咧，我哋嘅大腦咧為咗保護我哋嘅安全感咧，就會條件反射咁樣自動去反擊啦。表面上咧係一種批評，但係其實咧係一種自我保護嘅機制嚟嘅。如果你有緣聽到呢度嘅話咧，就不妨幫小弟一個忙啦，咁就快啲訂閱呢一個 channel 啦，唔會錯過之後嘅片啦，感激感激。跟住咧就講一個經典嘅例子啦，就係咧汽車嘅出現喎。咁翻到去100幾廿年前啦，咁咧汽車啱啱出現嗰陣咧，啲人咧會點講啊？有啲人咧就話都冇馬去拉嘅，點樣喐㗎？有啲人咧就話咁嘈咁多廢氣唔環保啊咁樣。其實咧佢哋嘅 concern 咧係一啲都冇錯，錯嘅咧只係嗰個方向。佢哋咧仲係用緊舊嘅思維咧去睇一個可能嘅新世界，而且你諗下喎，嗰陣啲路咧又凹凸不平，又多泥，周地都係馬車、馬屎、馬蹄聲。咁一個人咧，如果開住部車出街咧，又唔可以行得快，又難行，又俾人笑。大部分當時嘅人都會覺得呢樣嘢係唔 work 嘅，甚至最多只係一個奢侈品。但係唔使好多十年之後，馬車開始消失，汽車變成日常，因為成件事係 work 嘅，因為人類係會用最少嘅成本做最多嘅嘢，而用汽車代步比起用馬嚟代步咧係有效率得多嘅。因為汽車嘅速度快，所以咧你可以用更加少嘅時間咧去到你想去嘅目的地。仲有咧就係載客量大啲啊，舒適度提升啊等等。所以久而久之咧，就只會越嚟越多人咧去起一啲基礎建設咧，去普及成件事。跟住咧，fast forward 到今日啦，咁講翻比特幣啦。當然，而家嘅人咧會話比特幣係虛擬嘅喎，冇實物嘅喎，好嘥電嘅喎，壞人先會用嘅喎，都買唔到雲吞麵嘅，所以佢唔 work 等等等等。其實呢啲人咧就好似當年咧喺馬車時代見到汽車誕生咁樣，可能咧佢哋係舊世界嘅既得利益者啦，亦都可能係純粹嘅無知啦。但係最有可能嘅咧，只係咧佢哋為咗保護自己嘅認知失調，去講呢一啲説話。佢哋面對新嘅嘢咧，只係用舊世界嘅眼光咧去 judge。佢哋睇唔到嘅係咧，當年嘅汽車咧都係由奢侈品開始，最終變成咗必需品。顛覆性真正嘅改變咧係思維上，所以顛覆性嘅嘢最難明嗰個地方唔係嗰個技術層面嗰度，而係你要相信一樣你從來都冇諗過嘅嘢。以前啲人覺得車係一定要用馬嚟去拉嘅，後來先知道原來車係可以自己行嘅。今日嘅人覺得錢係一定要由銀行發行嘅，其實未來可能係我哋可以成為自己嘅銀行喎。今日嘅結論就係比特幣難明咧，其實可能我哋仲係喺呢個流馬車唔係後馬車時代。每一次嘅顛覆咧，其實都係由懷疑開始嘅。汽車啊、電燈啊、電話啊、互聯網呢啲嘢咧，冇一樣咧係一出嚟咧就俾大眾所接受啊。顛覆性嘅嘢咧，從來咧都唔係即刻去取代嘅，而係咧有一個普及嘅過程，慢慢咁樣滲入。
要明白顛覆性嘅嘢嘅時候咧，我哋要有一個謙卑嘅心去學習啦，有想像力去咁去諗有另一個可能性嘅存在啦，有勇氣去接受舊思維嘅唔完整。但係咧，我哋亦都唔好走去另一個極端喎，就係咧見到咧逢親有新嘅事物咧就盲目去相信啦，咁樣亦都係唔好嘅。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將自己訓練到有一套批判性嘅思考模式，盡量去運用邏輯同埋第一嘅原則去思考呢樣新嘅嘢到底係 work 唔 work 嘅咧？唔好咁輕易成為當年笑嗰啲冇馬嘅車點樣行㗎嗰啲人。OK，今日嘅分享係咁多，歡迎留言理性討論，下次見，拜拜。